我那辆山地自行车呢？你找哪去了？小美说她想要，我就送给她了。怎么管他了你？不知道小美是我死对头吗？小美说她想去川藏线骑行。可是我的车很贵的，她去了2个月，现在晒得跟黑炭似的，跟美女不沾边了，是吗？那她可出名了，现在校园里都是她的传说呢。姐，那是因为我写了本小说上热门了，主角是小美。没看出来，你小子还这么有才华呢。她的人设是超级绿茶，同时交往了几百个男朋友，然后被你跟校草至死不渝的爱情感动，自愿退出去西藏疗伤了。好。姐，这么开心啊！我靠，你怎么混成这样了？我给你的生活费呢？给小美的短视频买播放量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小美不知道怎么的，晒得跟没干菜似的，给小美发了张自拍。我心想，不能我一个人眼睛遭罪啊，就花5000送她上了热门。那潇洒